市长为特年来要3档，其中针对大北门地区的建设竟然都有重大争议，包括公墓迁葬以后，因为学甲当地野狗长手，所以打算规划动保教育园区。另外，盐分改良的农地打算设土方，参照伫锦湖里就不断有居民抗议，结果撤销停工，也有养殖鱼塭纷纷变成太阳能光电厂。观光盐田变成海水淡化场等等，拢是民怨四起。所以议员蔡秋兰伫总质询讲伊相当心痛，质问市长这建设对地方敢是加分？我有当时身为一个民意代表，若看到咱北门区啦，你敢看会出来？我是安那会用这张图互你看？第一，咱的盐分来改良的农地。即卖要做咱的土猪场。第二，咱的迁葬的公墓有足侪，结果咱要做动物教育保育区园区。来，第三，咱一寡养殖业，咱的鱼塭即卖拢变太阳能厂。第四，最近咱的观光盐田。即卖要搁做海水淡化厂，市长，我真的很心痛。我身为一个民意代表，搁做遮尔久，含你也同事过，会使讲咱两个民意代表拢做20外年啊。本身今仔日要含你讨论，你看这4项的大项的建设，对咱地方。刚好加分，刚好有没有加分啊？市长，简单说一下有没有？简单跟你说，地方反对了。对啊，市长英明啊，吼。原本是发展观光旅游甲农业休闲的大北门区，结果这建设拢是伫争议、民众反弹之下，一个一个被迫取消。不过，担任民代超过20档的蔡秋兰伫总质询相当感慨，要求市府若要设立，一定要甲民众充分沟通，审核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，替民众严格把关。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